再来看花莲德鲁古国家公园的天象，这几年有真侪高山啊，唔但抢游客物件者，佫会走入去便所甲便利店内底。国家公园管理处是提醒游客，经过这个所在，爱甲遮收起来，卖想办法防止人甲狗起冲突。天气冷叽叽，真侪山顶的高山啊，拢走去天祥地区，因为遮有便利商店。高山啊，大部分伫个门口咧等，看到游客手摕着食面对抢，尤其听到塑胶袋的声音，高山啊会搁较注意。前年还去年才来而已，是啊，就觉得啊，怎么都猴子霸占领头。在地的人说会抢东西吃，他会担心说猴子你们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它会有攻击的声音。他们都交代我们有东西就要收起来啊。为高山啊，佫直接去附近店头偷物件，去便所甲便利商店，食物件所在平本做桶，有游客车桶无关，就直接冲去车抢食面。他们会跑过来店里拿东西呀，我们就是要有人在这边啦，他就不敢过来了。他是不是有曾经看过猴子去车子里面偷东西？哦，对，那他基本上都是看到窗户是打开的，嘿，里面有东西他就抢。避免人狗冲突，太管处特别伫现场公布，也安排警官宣导，爱将食面藏好，搁伫天祥管理站便所、便利商店食物件所在，设防狗门窗。上重要是爱是甲狗保持距离。主动接近猕猴的话，会让猕猴有一种错觉，其实人不可怕。那我只要靠近它也不会怎么样。那有时候他们手上也有好吃的食物，我就给它拿一下。那所以会让猴子一直想要抢食人的食物。根据太管处的资料，天祥地区的狗目前有20多只，游客想要甲高山啊翕相，且保持5公尺以上距离。若抓到饲野生动物，会以违反国家公园法相关罚3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